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1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缅甸地震。3月28号发生在缅甸的7.7级的大地震给这个缅甸造成了这个巨大的损失。但是今天我们聊的不是缅甸，而是泰国曼谷。缅甸的强震造成曼谷一栋高楼瞬间坍塌，很多人通过视频也看到了。所以我们聊一聊在泰国的这个坍塌的大楼。根据法新社的说法说倒塌的大楼距离泰国最大露天市场叫乍都乍约200米，就是在这个最大的露天市场附近。而这个大楼呢，也是曼谷唯一受缅甸强震影响倒塌的建筑物。整个曼谷高楼也不少，无论是在建的、烂尾的，还有建好已经投入使用的高楼不少。但是这栋高楼是唯一倒塌的建筑物。缅甸3月28日发生7.7级大地震，截至31日已造成当地2000多人死亡，并且波及邻国泰国，酿成至少19人死亡，另有70-80人失联，大部分受困在首都曼谷倒塌的国家审计署办公大楼废墟中。也就是缅甸大地震导致泰国损失这个受灾，而泰国70-80人失联中，大部分又是受困在曼谷倒塌的国家审计署这个大楼里面，这个废墟之中这一栋33层、137米高的大楼还在兴建中，距离泰国最大露天市场乍都乍200米。由于它是唯一受缅甸强震影响倒塌的建筑物，因此成为泰国舆论关注的焦点。网传视频显示强震后几秒钟，这栋大楼轰然垮塌，瞬间夷为平地，掀起巨大尘云，附近民众惊慌逃离，画面震惊全球。让很多网友不解的是，曼谷距离震中超过1000公里。大家通过视频也能看到曼谷有很多高楼在强震中摇晃，甚至有一个高楼那个楼顶那个游泳池的水被摇晃而溅出，顺着那个大楼墙体像瀑布一样往下流。但是就这样没有一座受到冲击而倒，唯独这一栋塌了下来。根据这个泰国的这个头条新闻报道说就连当地3座知名元老建筑，也就是知名的而且有年头的这种高楼，一共有3个，一个叫白玉大厦，一个叫大象大厦和沙吞独特大楼。就这3个老掉牙的，居然在强震中依然屹立不倒，被网民形容为传奇建筑。这个大象大厦和那个倒塌的国家审计署大楼同样位于乍区，是一座以大象形象来设计的独特建筑，高102米，共32层，1997年竣工，你看现在将近30年了。曾在2011年被美国有线新闻网旗下网站评为全球20座最具特色摩天大楼之一。而这个白玉大厦呢，是泰国知名摩天大楼，也是1997年建成，高304米，共88层，那这个绝对是高楼就放到现在也不矮。1997年至2016年，它曾是泰国最高建筑，目前仍是泰国第4高楼，同时是泰国最高的酒店建筑。沙吞独特大厦高185米，共49层，原计划建成高档公寓，但因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而停工。当时项目已完成80%，仅剩部分内外装修未完工。如今这个沙吞独特大楼已经成为曼谷最知名的废弃大楼，有点像前不久天津那个什么金融大厦吧一样停工了10几年，它这个就是烂尾了，到现在还是个知名的烂尾楼摆在那儿。就这么一个烂尾楼它居然完好无损。泰国舆论热议建筑质量问题，这3座建筑在强震后基本安然无恙，新建中的审计大楼却倒塌，引起泰国舆论热议建筑质量问题。也就是老百姓不能不关注一下，对吧？这些老掉牙的，这些甚至那个沙吞独特大楼还是一个烂尾楼，还是一个30年前的烂尾楼，它居然安然无恙，躲过了这个
缅甸的大地震。那这是什么原因呢？有网民说啊，早期的建筑设计预留了较大的安全叫融入空间，而如今为了节省成本，许多新建筑的设计标准或许已发生变化。也有人呼吁政府加强监管，确保建筑质量符合抗震标准。根据这个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啊，那这个泰国国家审计署大楼是由谁承建的呢？这里为了方便节目播出啊，我给它改成叫铁石局啊，前面省了一个字。为什么这么干呢？是因为现在似乎已经不让它跟某个国家联系起来，不能让人知道泰国国家审计署大楼是由印度承建的。公开资料显示这次在强震中倒塌的国家审计署大楼由意大利泰国发展公司与印度印铁石局集团联合承建，也是印度印铁石局首个海外超高层建筑。说综合泰国媒体报道这个项目2020年动工，总预算约21.3亿泰铢，那就大概4个多亿人民币吧，确实造价不高主体结构已在2024年3月31日封顶。地震发生时，现场有300-400名工人正在进行玻璃幕墙和内部安装工程。媒体没有说但是我推测这300-400名工人中恐怕有不少是印度人呢。这个搜救工作3月31号还在进行中。英国广播公司BBC 报道说泰国已有43个府出台抗震建筑法规，而倒塌的建筑在地震发生时仍在建设中，因此最新的建筑标准应该适用。泰国结构工程师协会主席阿莫恩皮马斯教授接受 BBC 采访时分析他说曼谷的松软土壤可能是造成塌陷的原因之一，因为它可以将地面运动放大3到4倍。皮马斯补充说不过还有其他因素，例如材料，也就是混凝土和钢筋质量，以及结构系统中的一些不规则的使用。他说这些仍有待仔细调查研究。但是其他的建筑设计师有不同的看法，说是因为无梁楼板导致塌楼。这个伦敦帝国学院地震工程资深讲师叫克里斯蒂安·马拉加丘基塔佩，他研究了相关视频后判断，大楼的施工过程似乎倾向采用无梁楼板，但在地震多发地区并不建议这么做。这个博士解释道他说无梁楼板是一种不使用横梁而直接将楼板放在柱子上面的建筑方式。想象一下一张仅由桌脚支撑的桌子，下面没有额外的支撑。他这个什么意思呢？搞建筑的人恐怕懂我理解的就是，如果一个桌子它只有4条腿，大家有没有观察过？如果一个桌子桌板下面就4个腿支撑，那这个桌子肯定不稳，左右摇晃，你稍微使点劲它就晃。那怎么办呢？实际上那桌子4个腿之间要用横板给它互相固定，这样它桌子腿就稳了，你再左右摇晃，好发现这桌子它就不晃了。这个专家说他说虽然这在成本和建筑设计上有优势，但在地震期间表现很差，经常会突然性粉碎解体。当然了，这个泰国的网友也有另外一种质疑什么呢？他说这个承建商主要是建设铁路的公司印铁石局嘛，在承建他的首个海外超高层建筑时可能缺乏经验。说实话他这种说法不对。承建商他是按照施工图纸，对吧？按照设计他去施工而已。你要抓承建商的责任，你只能抓他偷工减料，工艺不行，但那个都有监理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看看这个海外媒体他是怎么认为这个事。面对舆论压力，泰国首相佩通坦3月30日指示公共工程与城乡规划局设立委员会彻查大楼倒塌的原因，并限时1周后提呈报告。说泰国工业部调查人员已从工地收集建筑材料样本，重点审查用于加固混凝土柱子、横梁和地基结构的钢筋质量。这个跟承建商有关系，是吧？以次充好，豆腐渣工程。负责救援行动的副首相兼内政部长阿努廷说政府也将确定设计是否符合标准，因为泰国法律规定建筑物必须具备抗震能力。
如果设计没有问题，调查将集中在其他相关程序。初步调查显示，大楼使用的其中一种钢筋来自泰国一家早已被发现产品不合格的印资企业也就是一家印度在泰国设立的企业，那不跟印铁时局来自同一个国家吗？印度驻泰国大使与阿努廷会面时说印度使馆会与泰国政府合作开展调查，并已指示承包商配合调查。意大利泰国发展公司，也就是这个设计这家企业，3月31日提交给证券交易所的声明中承诺，将竭尽所能采取纠正措施，以尽快恢复正常状态。这个联合早报说说官方删文晋升，说这是印度官方在开始删帖子，不让人谈这个事情。说印铁时局尚未发表官方声明，人们倒是发现他去年在官方微信账号上发布庆祝审计署大楼建筑主体结构封顶的文章。封顶的时候他们专门还发了个文章庆祝这个大楼封顶。在地震发生当天下午，也就是那个大楼塌了之后这个文章就被删除。当时这篇文章形容说大楼建成后主要为泰国相关政府职能部门服务，将是印铁时局在泰国发展的一张名片。这个媒体还找到了印铁时局集团2024年4月3号11点发的一个封顶大吉这么一个宣传报道。也就是这篇报道在这个审计署大楼坍塌以后火速撤掉了。说无独有偶，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在微博发布的评论也被删除。根据网上截图，胡锡进写道说缅甸7.9级地震震波传到泰国曼谷，一座在建大楼就直接这样坍塌了。这是直接从即时新闻上见过的最惨烈的大楼被震塌的情景。大白天大概会有不少建设者被埋，希望能多有些幸存者。从视频上看，曼谷当时震得并不厉害，毕竟离震中挺远的。元宝估计直线距离600公里。胡锡进说的他是元宝大概用了这个人工智能算了一下震中和这个大楼之间600公里。然后胡锡进得出结论他说这座倒塌大楼的质量80%有问题。这是胡锡进他自己通过他的这个观察，他的经验，他说这个大楼质量有问题。然后胡锡进说感谢视频里第一位拍摄者临危不惧，镜头冲着倒塌大楼保持了这么久，是位普通人。也就是胡锡进老师这篇微博评论也被迫删掉了。这个联合早报说纵观中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一般以地震引发曼谷高楼倒塌、曼谷一栋在建高楼因强震倒塌、曼谷高楼倒塌来描述新闻事件，并没有多加介绍大楼项目的背景。他说只有财新网的报道提到大楼由印企印铁时局承建，但这篇报道后来被下架，其他印度媒体也基本搜索不到曼谷倒塌大楼与印铁时局相关的信息。显然对于大楼倒塌与印企的关联，印度主流媒体基本进入晋升状态，相关讨论于是转到网络和社交媒体上，但一些自媒体相关评论文章同样遭遇被删的命运。搜索相关字眼后得到的链接也都跳到404您访问的页面不存在。官方与媒体集体晋升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看官们心中自有评价。在网络时代，当局全面封锁消息已绝无可能，也非明智之举，恐怕对救援工作及后续调查没有帮助。如今地震后抢救受困人员的黄金72小时已过，有些人感叹不幸中的大幸是地震发生在项目竣工、员工入住大楼之前，如果办公楼已启用，后果更不堪设想。为什么不能说这个大楼是由什么企业承建的？这个恐怕涉及到印度在海外的项目。印度一直标榜为基建大国，有很多宏伟的工程，跨江大桥，对吧？那个跨大峡谷的大桥，各种堪称世界奇迹的建筑，厉害了我的国重器，对吧？这样的报道非常多。结果曼谷这一栋楼居然因为发生在1000里以外的这个地震却倒塌了。
给人感觉这个地震啊还会隔山打牛啊。关键曼谷好多大楼啊，无论是老掉牙的，还是过去的烂尾楼，还有更高的，对吧？300多米的，人家都安然无恙。但是这一座在建的大楼，按理来说啊，你是新建的大楼，那标准会更高，要求更严。结果他先倒为敬，大家想象一下，脑补一下，当时在那个楼里面施工的工人300多人啊，现在有几十人下落不明，是不是这里面有很多印度人？就是胡一进老师啊，他说这个大楼质量有问题，这个也有可能啊，但是就是在调查组还没有得出结论之前，它的可能性，对吧？它的设计不合理，这是一个方面，这是一种可能。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建筑质量不合格，用了残次品，对吧？用了以次充好，偷工减料，这也是一种可能。这个给印度的基建啊，相当于抹了黑，所以说啊，不能探讨，不能继续传播。但是你能控制国内的这个媒体传播，你控制不了泰国人他在热议啊。大家想一想啊，泰国人怎么热议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小粉小红正能量，他们信心不能受到动摇，他们是基本盘。如果他们一旦，对吧，对大国制造，对大国赖以这个感到自豪的基建产生了怀疑，那这个是坚决不容许，他们心理上接受不了，也不流入稳定。所以说我们很多宣传都是定向宣传，就是向特定的用户、特定的人群进行宣传。这么一说很有道理啊。你比如那个叫陆佩亚亚，他就是定向宣传，他通过抖音啊天天宣传，对吧？这个抖音呢，斯里兰卡人大概也只能看 TikTok 吧，也就是这个陆佩亚呀，他在抖音上说这一套，实际上是给国内的这些人听的，给他们提供情绪价值。结果斯里兰卡人过敏了，一些 UP 主啊，他通过手段，他在，对吧，这个社交平台上看到了，然后他传到斯里兰卡来指责这个陆佩亚呀，所以这个陆佩亚呀他就觉得很冤，对吧？我是说给这个内地的这些粉红正能量听的，对吧？我们收的是爱国流量，跟你这个斯里兰卡有什么关系？所以他就觉得冤。你看看是不是道理啊？每个人的宣传都有特定对象。泰国这个神技术大厦，它因为印铁施局施工质量问题导致坍塌的话，那么这个消息要传到国内，这个对小粉小红正能量那是当头一棒啊，那是泼了一盆凉水，所以坚决不能谈。只有你在泰国谈那不要紧，你爱怎么说，我们只要小粉小红正能量又赢一次，赢麻了就行。我说实话，我希望是设计上面的问题这个泰国神技术大楼是由这个法国和泰国合资的企业去设计的。如果是设计问题，那能洗刷印铁施局的这个冤屈这个也反映出印度它这个基建部门、基建行业内卷加剧他们被迫出海以后呢，它也是靠这种内卷，对吧？这个价格报得越来越低靠这个来承揽工程。所以说泰国政府他说了，还要调查这个程序合不合规，这个项目怎么到了印铁施局，你是怎么拿到的，整个的招投标过程是不是有问题？大家还记得吧？欧洲还是西班牙还是匈牙利反正欧洲有个国家他要修高铁，然后印度的有2家企业去报名投标，当然还有日本的，对吧？还有法国的，还有德国的，很多公司都去投标。不出所料印度这家企业报价最低。按道理应该是由印度这家企业中标，但是人家西班牙就说了，因为你这个价格低的不合理，所以废标了。也就是说他没有中标，反而是价格比较高的另外一家法国企业还是德国企业中标。理由很简单，不是你价格越低越选你价格低到不合理，人家外国人就认为你肯定是偷工减料你肯定是牺牲这个项目的质量，否则你怎么赚钱呢？你难道是来做贡献的吗？所以人家直接就把你 pass 掉了，你已经卷到，对吧？别人业主方都难以想象，你还怎么赚钱？不管怎么说如果这个泰国神技术大楼最终的调查结果是施工质量问题，那么这个对印度的这个基建这简单点说就是接下了遮羞布把偷工减料这玩意发扬到海外去。也就是咱们通常意义上，咱们的理解就是很多企业在国外它还是比较遵守法律的，好东西都卖到国外嘛。你比如那酱油，对吧？合格的酱油，真正没有添加的酱油，
卖到日本，然后这个以次充好的、有添加剂的卖到国内。便宜啊！按照这个逻辑啊，那你这个印铁时局啊，我说的前提是，如果真是建筑质量的问题啊，那么你在泰国你承建的项目是这种质量标准，那我们按照这个好东西都给外国人，国人都是以次充好的，那你想想这个印铁时局在国内承建的这些项目，它在国内有很多建筑项目啊，那会不会大家越住越担心啊，越害怕呀？有多少人夜不能寐啊？印铁时局在国内还有很多重大工程，是不是应该组织相关专家再次验收一下，最好去核查一下，防患于未然嘛，让老百姓放心。如果说啊，泰国的调查组最后结论是建筑质量问题，那么咱们一定要把这个印铁时局啊承建的这些重大工程，承建的那些高楼大厦，最好都要重新再过一遍，让老百姓住得安心。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